落地看煞，咱来看海洋。美国地主最近因为做暴风雪，救3500只石龟起来，也咱台湾不时嘛有救援石龟、海岸甲海底的任务。根据海洋保育署的统计，去年伫台湾看煞的石龟、海岸甲海底，计共496只，比前年佫较侪。人类的作为是原因之一。恢复健康的细只海翁顺利转去大海。去年4月开始，有26只小虎鲸陆续伫南部客潜死亡。另外，伫台东的海岸嘛捌出现台湾第一件蓝鲸客潜。海洋保育署统计发现，去年伫台湾客潜的海翁海底数量有增加。因对2016年统计，海翁海底客潜甲救活差不多100只，2017年较少。不过后来一年增加，去年有161只，是这5年来上济。这5年以来，这个数量基本上维持伫一个不稳定的范围啦。不过以去年来讲，情形可能有小可较特殊小可。高雄这个所在有发生差不多20只左右的这个小虎鲸，迷航。唔但有海翁做伙客潜的特殊案例，去年通报海龟客潜救援的拢总335只，嘛比前年增加66只。因为去年伫垦丁就出现24只海龟需要救援。了解遮尔侪海龟死亡的原因，大部分无法度判定，其他甲天气突然变寒，佮有人为活动拢有关。包括咱渔业的作业啦，包括咱这个船只的这个活动啦，海龟来讲呢，因为这渔业的作业呢，有当时你无小心去掠着这海龟，伊会来卡伫网仔的，也是讲走入去咱的定置网内底。水网通报，遮的海翁、海猪甲海龟的数量变较侪，毋过救活的嘛比以前侪。亲像去年救援治疗了后，有8只海翁、海猪搁转去大海，这着爱靠民众量早发现通报，救活的机会就会增加。记者陈家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